Hello 啊，各位街坊，今日帶大家嚟睇翻金帝世紀城，講一啲大家唔知道嘅嘢。咁金帝咧，好多街坊嚟睇過同埋聽過噶啦。咁唔知道嘅咧就係佢係早期開始做香港街坊生意啊嘛。佢係第一個開通香港業主專巴嘅屋苑嚟嘅喎，可以翻到去太子啊、尖沙咀呢啲位置嘅，非常之方便嚇。咁另外如果自己揸車出行咧，亦都 OK 嘅。去周邊嘅商業啦，譬如話山姆會員店5分鐘。華發商都6分鐘，去到拱北口岸都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嘅啫。咁如果你日常唔想自己揸車啦，又需要返香港方便啲嘅話，亦都有輕軌喎。呢度我哋去到明珠站咧，只需要10分鐘。咁經由明珠站，無論係南下珠海嘅拱北，或者北上廣州南站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經由廣州南返到西九嚇，非常之快捷。咁另外一方面，呢度嘅頭先講嘅一啲商場啦，佢自帶都有1.5萬方嘅商業體。可以滿足到日常嘅生活需求噶啦。咁如果仲有一啲休閒娛樂方面嘅要求嘅話咧，我哋呢度2公里可以去到坦洲山嘅森林公園，可以去嗰度散下步，運動一下亦都 OK 嘅。另外3公里範圍內咧有足足9個公園咁多嘅，可以見翻我哋屋苑內部呢個6萬平方嘅法式園林，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並且自帶2個泳池。又有兒童嘅遊樂場啊，一啲健身設施啊、跑道等等呢啲，全部一應俱全嘅。所以香港街坊過嚟呢邊生活嘅話係非常之唔錯噶嚇。嗱，OK 啦，而家嚟到示範單位呢度，2梯3伙，所以居住嘅密度同埋舒適性會更加好嘅。入到嚟呢度，首先可以望一望呢邊先嚇，本身係入戶花園嚟嘅，咁你可以改動作為雜物房又得，甚至我建議如果男主人中意食雪茄嘅話咧，呢度放翻個雪茄陳列櫃，同埋放埋個黑膠唱碟機喺度休閒下，幾舒服噶。因為有個窗喺度通風，又唔使擔心啲煙氣留住喺度。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開放式廚房啦。廚房嘅空間係充足嘅嚇。咁餐廳位咧暫時做咗個4人嘅位嘅餐台展示嚇。隔離仲係我哋嘅吧台，全部係連埋一體式嘅。咁平時喺度飲下茶、飲下酒。望住我哋呢邊咁靚嘅園林咧，非常之唔錯，所以呢個就餐嘅休閒區咧，我覺得非常 OK 嘅。咁除咗休閒，呢度當然做翻啲功能區啦，因為前後露台咧做咗封窗處理嘅，所以呢度建議做翻洗衣機、乾衣機，就避免咗呢個冇地方晾衫嘅尷尬啦。咁雪櫃咧就隱藏喺呢個嘅，做到一個好好嘅一體性。再隔離就係一個大酒櫃，落邊咧就可以放翻咖啡機。你嘅茶具、酒具等等，落邊仲有一排嘅收納櫃喺度嚇。再過嚟就係我哋嘅活動區客廳位置啦。呢個客廳無非就係一個字大啊！你睇睇，仲有前面咁靚嘅一個景，出去睇電影睇戲有 IMAX， 翻到屋企都有個 IMAX 嘅景觀露台，可以望翻我哋6萬平方嘅法式園林景觀。呢個園林就真係正啦！除咗有2個泳池啦、跑道啦、兒童樂園、健身區域等等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呢度樓間距。好多樓盤同你講，我哋有50米啊、80米嘅樓間距啊，呢個樓盤唔係啦，最大嘅樓間距足足做到300米，真係冇可比性嘅。最後就入嚟睇睇我哋嘅休息區。休息區呢度4間房，其中2間係套房嚟嘅。呢度係其中1間房啦。咁如果住喺度嘅人稍微少啲，呢間建議可以做翻個書房。對面咧就係我哋嘅客房啦。呢個客房同其他有啲唔同，佢係做埋套房嘅，有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並且有個好大嘅衣帽間喺度嘅。對面呢個位就係一個比較闊綽嘅乾濕分離嘅公共嘅洗手間嚇。再隔離就係兒童房啦。呢間兒童房有足夠嘅採光面同埋通風面喺度嘅，而且設計都非常之 cute。最後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度首先見到6尺大床，仲有飄台嘅休閒位，成幅牆嘅衣櫃都仲可以有咁多嘅活動空間嚇。仲有好誇張嘅一個點就係，我從來冇見過主人房嘅洗手間做到咁闊咁大，有浴缸位、企缸位、2個洗手台，仲有呢個馬桶位都係咁闊嘅。真係從來未見。咁金帝呢個141樓王之中嘅樓王單位咧，已經睇完啦。如果感興趣嘅街坊，記得 call Kenny，我安排車去香港接你過嚟睇樓嚇。